立法院明仔特别来处理在野立委提出的2028年无个要使用土炭的中火决议哦。今仔有环保团体是指控讲，中火有5台机组无执照，佮继续烧土炭在发电，要求空污法要赶紧来修法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嘛批评讲，这5台机组无地方政府的许可，算是违法发电。也毋过台电是表示讲，已经有向台中市政府来申请电源，并无违法。拒绝中火无照说明，速修空污法。环保团体举旗啊，甲扛棒抗议，控诉台电台中火力发电厂10台烧土炭的机组内底，敢若5台有操作许可证，另外2台伫咧2019年互台中市环保局废证，3台伫咧今年元旦就过期。但是空污法伫咧2018年修法订定台化条款，无伫咧许可证期限内底准备的固定污染源会当依原条件继续操作，要求修法解决无照烧土炭的限购情形。今天中火它现在已经无照烧煤超过5个月了，但是却没有违法，那这个法令是不是应该要检讨？环团表演行动局凸显中火污染危害，立法院青山要处理在野立委所提2018年无土炭中火决议。初日来自全国的环团，也有民众汇集伫咧台北军县楼头前，批评中火是全世界上大上老的阿林界烧土炭电厂，毋但对全台湾人的健康影响真深，呼吁拿白民代党同意，立赢开放党同意票。所以拜托大家，今日伫遮，咱希望蓝绿白大家拢100%投出来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认为，环境部严格管制中手航肉空污，却抢放台电烧土炭，会互外界认为伊会当放火烧厝，我煞袂当点火食薰，应该量早取得地方政府的许可。中央政府自己挑战自己的公权力哈，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现象哈。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好要赶快不要这样子做，那要取得地方政府的许可。所以现在就回到说，我们提出的许可证，台中市府还在做这个审查严审的过程中。那另外那3部就是到期之前，台电提出，目前也是在台中市政府在审查中。台电宣布，中火5台无操作许可证的烧土炭机组，目前拢伫咧台中市府申请电源当中，运作拢符合空污法。因为2028年无土炭的中火，需要考量区域供电稳定，台电会以蒸汽减土炭的方式，逐年照部来改善，无法度设定时间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